罢免第二阶段进入尾声了。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团体，要拼伫个6月初7期限进前冲破35000份的安全门槛。被捕的领衔人詹嘉文嘛总算来表态，愿意承担责任。一透早，甲台北市议员林幸吉到市场为罢免来催票。吴思瑶是讲，伊尊重所有的作为。 来买完餐之后呢，就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摊位哦，一起来做联署。这一期来到北投金龙市场，向民众甲摊商化为联署。台北市议员林幸吉甲国民党发言人尤立武为罢免立委吴思瑶来催票。走最后一里路，一起完成，大家团结在一起，拼出最后的剩余的分数。被捕的领衔人詹嘉文总算表态讲，愿意承担责任。 也毋过，国民党临时话长也得爱经过中选会审查。罢免团体召集人赖以金强调，目前送件庭书已经完成，要留审查时间。也毋过结果，若伫第2阶段6月初7了后才出来，中选会爱讲负责。当然会担心，包括同意书被剔除，中选会审查不过，当然就是没有领先人这件事，呼吁我们中选会不要用各种的方式、行政手段来阻碍我们人民行使我们的公民权。时间正表，必须要冲破27000份的人数标准。罢免团体发为目标是35000份的安全分数，目前各差至少7000份。我们尊重他们所有的作为。 那也是再次提醒，希望不要再重蹈覆辙，在一阶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死亡连署涉及造假，民主不容造假。考试讲，美国从幽灵人数接报，面对罢免的攻势，吴思瑶看书办书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